粵語雜貨鋪製作。我有一座冒險屋，第103集。陳哥，如果拖到晚上嘅話，我驚門檻會撐唔住。唉，佢而家嘅病越嚟越嚴重，每一次情緒波動都比上一次更加之犀利。情況我都知，但係而家冇一個更加好嘅辦法啦嘛。以佢而家咁嘅情況，同黃欣當初係完全唔一樣㗎，所以我都有啲無能為力。嗱，如果你相信我嘅話，今晚晚上我去租嗰個公寓去睇睇，話唔定有啲咩發現呢？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佢嘅。陳哥行到門檻身邊，伸出手輕輕掃過門檻嘅頭頂同埋背脊。咦，你做乜嘢啊？你冇發現無論佢行路定係講嘢，都係一直低住頭嘅，俾人嘅感覺好似個頭頂有啲咩嘢壓住咁樣樣。門檻啊，你唔覺得保持呢種姿勢好辛苦嘅咩？吓，門檻，你邊度唔舒服啊？係咪呢度啊？如果你有唔舒服嘅話，你記得同我講啊，唔好忍住啊，知道未啊？門檻擺咗下手，佢嘅頭由始至終都未抬起過。喺人群當中企咗咁耐，佢嘅情緒又開始變得唔太穩定，似乎隨時都有可能失控。見到咁嘅情景，高醫生只好將門檻帶到去陰涼嘅地方休息。哇！呢個門檻眼球轉動嘅頻率有啲唔係好正常喎，佢好似一直喺度觀望緊四周，而且仲有一個翻白眼嘅習慣，似乎係想睇到自己嘅頭頂係咪有啲咩嘢。正常駝背嘅人嗰條腰都好似把弓咁噶啦，但係佢唔一樣，佢個背係直嘅，冇彎曲，只係個頭往下傾。呢種感覺唔係駝背，而係好似有啲咩重嘢硬生生咁壓住個頭，抬唔起身咁，連反抗嘅力氣都冇。佢之前話一直夢到洗頭，點解會發啲咁嘅夢呢？而佢而家一直抬唔起頭，係咪有啲咩關係呢？黑色手機仍然冇反應，陳哥亦都唔再理。特殊遊客對於佢嚟講，算係意外嘅收穫，可以獲得好處咁固然開心，得唔到佢亦都唔會鬱悶。又送咗2批遊客入去之後，門檻嘅情況終於都有所好轉。高醫生喺心理疏導方面確實係有啲本事，喺外人面前會隨時失控嘅門檻，喺高醫生嘅旁邊就表現得好平靜。陳哥啊，今晚8點我哋喺海明公寓門口見啊。哦，好啊，冇問題。記住今晚等佢正常入睡，唔使刻意叫醒佢嘅，手嘢就交俾我啦，我會全程睇住佢嘅。聽到陳哥咁講，高醫生多謝咗陳哥一聲之後，就帶住門檻離開咗新世紀樂園。又係一個怪人。不過我而家都大致明白黑色手機對特殊遊客嘅定義，佢哋唔一定都係鬼，更加多嘅係徘徊喺現實世界同埋詭異世界交界嘅人。佢哋會俾某一種執念綁住，冇辦法掙脫，亦都冇辦法前行。其實響陳哥應承高醫生嘅時候，黑色手機就已經震咗一下。攞出手機點開提示短信，第2位特殊遊客已經離開，經過你嘅努力，成功獲得任務信息，解鎖隱藏試煉任務，3個人嘅房間，3個人嘅房間，尖叫指數1星，午夜凌晨之前抵達海明公寓，揾出特殊遊客嘅病因，任務場地海明公寓3樓303，任務提示佢嚟自第3病棟，是否接受任務？注意，試煉任務只存在24小時，如果24小時之內冇接受，視為放棄。本場景將永遠無法解鎖。呢個隱藏任務，陳哥本嚟係冇放喺心上，
但係當佢睇到最後，神情即刻就前所未有咁認真起身。任務提示裏邊點解一直會寫住第三病棟呢？佢嚟自第三病棟門南，佢曾經關喺第三病棟入邊，而任務介紹嗰欄出現最多嘅數字係3個人嘅房間，任務場地係3樓303，提示係第三病棟，應該唔會巧合啊嘛。咁呢個3個人嘅房間究竟係咩意思呢？咪等等先，如果門南身體入邊係住咗2隻鬼，咁可以話佢嘅身體就係3個人嘅房間。但係仲有一種可能，今晚我、高醫生、門南3個人一齊喺海明公寓嗰間房入邊，亦都可以話係3個人嘅房間。但係呢種猜測太表面啦，我硬係覺得呢個任務應該仲有一個內核嘅意思，唔係咁簡單嘅。或者3個人嘅房間關鍵唔在於房間，而係在於喺人身上。呢3個人到底係邊個呢？呢個任務牽涉到尖叫指數3星嘅恐怖場景，陳哥絕對唔可以大意。佢背低晒所有任務信息，確保冇遺漏，先至收起黑色手機，聯繫徐苑，叫佢喺出邊賣票，而陳哥就開啟咗午夜屠殺場景，自己就行咗入去裏邊扮鬼。期間再冇意外發生，一路到中午休息嘅時候，陳哥並冇同徐苑一齊去食堂，而係自己一個人行咗去辦公樓。琴晚知道咗羅董個女存在之後，陳哥心裏邊就有幾個問題想當面問呢個羅董。坐電梯嚟到頂樓，羅董辦公室棟門係打開住嘅，佢似乎唔太中意將自己關喺密閉嘅房間裏邊。陳哥輕輕敲咗下房門，好快脆，羅董就從屋裏邊行咗出嚟，手裏邊仲拎住幾份報表。陳哥，做咩唔得閒上嚟啊？羅董啊，唔好意思啊，打攪下你。我有幾件事唔係太明白，想向你請教一下。嚟，入嚟坐啦。點啊？係咪地下停車場改建出現啲咩問題啊？我唔係，停車場嗰度一切都順利噶。我想問嘅係另外一啲嘢。羅董啊，呢度有2樣嘢你睇睇啊。咩嚟噶？係我喺地下停車場嗰間承重柱嗰度發現噶，想問下你有冇見過呢2樣嘢呢？你想問啲咩嘢啊？呢條手鏈呢，我知道喺樂園入邊有好多唔起眼嘅角落，都有好多呢啲玩具嘅，每一件都係我放喺嗰度嘅，而呢條手鏈咪就其中之一條咯。吓？咁點解你要咁樣做嘅？呢啲玩具喺樂園嗰個角頭有啲咩特殊意義啊？唉，呢啲玩具咧，全部都係我女生前最中意嘅。佢細個嗰陣時，好中意喺樂園入邊跑嚟跑去，就係收埋呢啲玩具咯。我將佢哋收起身，就係萬一佢有一日翻嚟，起碼都睇到嗰啲熟悉嘅嘢啊，亦都起碼俾佢知道我一直等緊佢啊。咁羅董啊，你除咗放呢啲玩具之外，仲有冇放其他嘢啊？即係譬如紙條啊？嗱，你睇下呢張紙條咧，係同呢串手鏈一齊發現噶，上面仲有啲血跡，我懷疑佢同我父母失蹤可能有啲關係啊。紙條，你攞嚟睇下。呢張紙條冇咩印象喎，肯定唔係我放噶啦。我放都係我個女啲玩具，從來冇放過呢啲咁嘅紙條嘅，更加唔會有啲咩血跡啦嘛。聽到羅董咁講，陳哥有啲失望。佢原本以為
羅董作為新世紀樂園嘅揸 fit 人，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一啲關於自己父母嘅嘢，但係事實上並唔係咁。呢個羅董甚至連自己個女就喺樂園裏邊都唔知，自己嘅父母隱瞞咗所有嘅秘密。咁好啦，打攪晒你羅董，咁我先返出去啦。等等，咪住，呢張紙上邊嘅字係你爸爸啲字跡係嘛？係啊，你認得出啦？但係點解你會知我爸爸啲字跡嘅？第三病棟喺你父母失蹤前一段時間，我曾經聽過你講過呢個地方唔止一次噶啦。吓？你聽過你講過？羅董啊，你可唔可以快啲話俾我知啊？佢哋同你講咩啊？唔好急，你坐低啦，我慢慢同你講。你父母失蹤前一日，你搵過我，話有人要送份禮俾我喎。咁嗰個人因為一啲原因啊，冇辦法嚟到現場，咁只可以由你嘅父母轉送俾我。你等等啊，我過去攞俾你睇睇。羅董講完，從旁邊嘅書櫃上邊拎出咗一個好精緻嘅木盒，打開木盒，發現裏邊係一個做工非常之粗糙嘅不倒翁。嗱，你睇下呢個不倒翁咧，做工啊相對粗糙啲，但係我覺得佢寓意幾好啊。唔理遇到啲咩困難，打到幾多次都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咁多年嚟，我都將佢放喺我身邊嘅，當係一種信念咁樣樣啦。阿羅董啊，唔好意思，我真係要打斷下你。我父母放低呢個不倒翁之後，仲有冇講啲咩啊？你又係喺邊度聽到佢哋講話第三病棟嘅？你快啲話俾我知啦，或者你盡可能講多少少俾我知，一啲唔關緊要嘅話都可以噶。呢啲對於我嚟講，好有可能係重要嘅線索啊。其實你父母放低呢樣嘢咧，就好急咁啊走咗啦，冇做太多嘅停留。只不過我一直就冇關辦公室門嘅習慣嘅。佢哋行咗出去之後，我無意間聽到佢哋兩個喺走廊嘅對話，聲音唔算大，但我依稀聽清咗幾句啦。第三病棟嗰度又開咗。第三病棟度都未關過。冇啦，羅董，就呢兩句。佢哋後面仲冇講啲咩啊？即係譬如第三病棟喺邊度，或者佢哋要去做啲咩咁樣樣咧？唔好意思啊，陳哥，我就聽到呢兩句咋，後續嗰啲我都聽得唔係好清楚。哦，咁好啦，多謝晒你，羅董。咁我走先啦，唔該你。講完，陳哥就離開咗羅董嘅辦公室。佢邊行邊諗，呢個第三病棟道門肯定唔係普通意義上邊嘅門啦，會唔會係同鬼屋嗰塊鏡入邊嗰道門一樣呢？門後邊嘅另一個世界，我真係諗唔明點解我父母要咁樣講。第三病棟究竟係咩地方？仲有一個不倒翁，究竟邊個送嘅呢？點解要委託我爸爸媽媽去送呢個不倒翁俾羅董呢？呢一切之間到底有啲咩關聯啊？等我睇睇黑色手機先，有冇提示入邊話佢來自第三病棟，而呢個佢應該就係門男啦。如果真係咁嘅話，咁可唔可以理解成佢係嚟自嗰個血色世界，同鏡中怪物嚟自同一個地方呢？陳哥父母嘅失蹤原因有冇可能係同第三病棟有關呢？佢知道自己嘅父母係喺郊區一座廢棄醫院裏邊失蹤嘅。警方搜查咗周圍所有嘅建築，都冇揾到佢哋兩個嘅蹤影。陳哥而家好懷疑佢嘅父母會唔會係行咗入嗰棟門後邊，進入咗嗰個血紅色嘅世界當中。但係而家仲未可以確定第三病棟試煉任務嘅任務場地就係我父母失蹤嘅嗰座廢棄醫院，而且尖叫指數3星嘅任務一定係非常危險嘅。
我而家就算接咗嗰個任務，亦都唔一定可以完成。唉，都係按部就班嚟啦。而家先完成眼前呢個任務再講。海明公寓呢個試煉任務同第三病棟一定係存在住關聯嘅。完成咗呢個試煉任務，亦都可以令到我對第三病棟有一個初步嘅了解，起碼唔至於接3星任務嘅時候瀨晒氣啊！時間嚟到下晝嘅4點幾，遊客數量慢慢咁減少。陳哥將鬼屋嘅鎖匙交咗俾徐遠，而自己就入咗工具間為今晚嘅試煉任務做準備。父母留低嘅布公仔裏邊依附住樂園嘅守護靈，只有喺樂園嘅時候先至有用。所以今次陳哥就唔似以前咁拎住個布公仔，佢揀嚟揀去，最後就淨係帶咗充電器、打火機、安全繩以及嗰個用起身極之順手嘅工具錘。咁樣睇嚟應該差唔多啦。呢啲嘢應該係夠應對今晚嘅試煉任務。等等，攞翻多少少錢先。如果一旦遇到咩突發情況，起碼有應急啊。而家嘅時間距離同高醫生約定仲有幾個鐘，應該仲嚟得切嘅。不如我先去定製人偶嘅地方睇睇，如果價錢公道嘅話，應該仲可以採購一批翻嚟。早啲準備好牧羊中學場景啦。而且呢個牧羊中學隱藏任務，我早一日完成，咁佢就早一日可以開放俾我帶嚟收益，咁起碼多份底氣先啦。執完嘢打算走嘅陳哥，經過化妝間嘅時候，無意之間見到匿喺化妝間門板後邊嘅小小屋裏邊人造血漿灑到成地都係，佢嘅身上呢亦都揩到唔少。哇！你搞咩啊，小小？做咩搞到咁嘅？唉，你搞到成屋都係血漿，徐遠一定以為我搞噶啦。唉，都唔知會唔會覺得我唔係好正常。唉，你唔好再咁樣喐嚟喐去啦，小小。等我抹乾淨先。嗱，唔好再亂跑啦，你。佢諗咗半日都唔知小小點解要咁，最後將小小抹乾淨之後，就隨手塞咗入背包裏邊。佢行出鬼屋，嚟到咗樂園大門。淡季都仲未過去，樂園嘅遊客係越嚟越少，出邊嘅停車場空溜溜唔講，連直達嘅公交車都唔見有幾個人。唉，睇嚟維持樂園正常運作係真係需要一大筆錢嘅，租金啦、工資啦、設備維護，每一樣都係使錢嘅。遊客咁少，羅董啊真係唔容易啊！穿過馬路，陳哥根據網上邊搜索到嘅信息，揾到咗嗰間製作大型人偶嘅工廠。手酸奶啊，5蚊2個，賣完就冇啦，快啲嚟啊喂！師傅啊，快啲搵哥仔啊！要咩啊喂？嗱，有朱古力啊，有士多啤梨喎，啱唔啱食啊？唔好意思啊，我想問下嗰間人偶製作工廠係咪開喺嗰度噶？我見過招牌係喺嗰個地下室入口，係咪即係喺地下呢？吓？阿文路啊？係啊，呢嗱地下嗰間咧，跟住個樓梯行落去就望到噶啦。嗰棟玻璃門嗰棟啊，好容易揾嘅。好唔該晒你啊，師傅啊，下次我再食你啲酸奶啊吓，唔該你唔該你。走酸奶啊，5蚊2個，手快有手慢冇喂。沿住樓梯行咗入地下，只見兩邊牆上邊都畫住嗰啲佢唔識得欣賞嘅塗鴉，而樓梯嘅盡頭係一棟掛住轉讓牌嘅玻璃門。唔該，有冇人啊？唔該。隔住玻璃門望入去，屋裏邊類似一個地下倉庫咁，佔地都唔細嘅，只係望起身非常之冷清。等咗半日，陳哥先見到一個體型微胖嘅男人着住拖鞋行咗出嚟。呢個男人睇起身同陳哥嘅年紀差唔多，一身休閒裝。玻璃門一打開，冷氣撲面而嚟。咩事啊？你好啊，係咪呢度老闆啊？我想訂製一批人偶，所以特意過嚟睇睇嘅。原來係咁啊嘛！快入嚟啦！你要訂製幾大人偶啊？如果係30厘米以下細尺寸，3日就可以交貨噶啦。我動作好快下噶。你講呢個尺寸太細咯，我想
定就係嗰啲真人大小嗰啲人偶啊，而且嗰啲身體關節呢係可以自由活動嗰種呢，即係可以做出唔同動作嘅。你哋呢邊可唔可以做到啊？真人等大，身體仲要自由活動，識玩喎兄弟。你想做幾多個啊？我打算係做24個嘅，你哋幾時可以做完啊24個？唔係嘛？吓？24個好多咩？唔係喎，你講緊等大嗰啲人偶自由活動喎，你一個人用？吓？我用啲人偶做乜嘢啊？你係咪諗咗其他嘢啊？我開鬼屋㗎，呢24個人偶係我鬼屋啲佈景嚟嘅。哦，嚇到我啊！原來係咁。鬼屋人偶嘅話，我就唔建議你用咁貴嘅填充物啦。畢竟消耗頻率比較快。我哋呢度咧就實體同埋半實體兩種嘅，貴又12,000，平嘅3000都有噶。但係仲有一樣嘢啊，要提前同你講清楚嘅。而家淡季生意唔好，我啲工人走晒啦，就得我一個人喺度睇店，設計啊製作都係我負責，咁慢啲咯。24個定製人偶可能都要成個月啦，你睇下得唔得啦？如果急嘅話，我都可以加快嘅，最快25日啦。本集已經播放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再見。